大家好，今日到我世紀21羽田地產為大家介紹一個鄰近太和火車站嘅村屋屋苑怡苑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售面積係650尺，3房連埋天台嘅。咁就望一望呢個飯廳連埋廚房嘅位置啦。咁啊有窗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個客廳啦。咁啊非常之實用嘅。咁呢度有一個比較細啲嘅房間啦，咁都有冷氣有窗啦。廁所做咗浴缸啦，有窗有排氣口啦。咁呢個係大房，有個凹位可以放衣櫃嘅。咁呢邊可以放大床啦。咁另外一間房都好實用嘅，有衣櫃嘅位置，亦都可以擺放大床。咁我哋可以望一望個天台嘅位置。咁天台戶主去做一啲上蓋啦，咁就唔怕揼雨。咁啊，天台空間非常之大嘅。咁亦都間咗部分戶外嘅位置。對面高樓嗰度咧就係太和邨，太和邨樓下咧就係商場同埋火車站。咁由呢個單位咧步行去火車站咧，大概都係7-8分鐘到啦。咁啊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現時呢個單位咧，業主係以放賣為主。咁如果各位有興趣參觀嘅話，可以聯絡返我哋世紀21羽田地產。多謝。